中年失業語音稿廣東話版。中年人最怕聽到一句說話，就係公司裁員，我哋冇你份啊。喺30-40歲之間，有家庭、有按揭、有仔女、有父母，突然失去收入，壓力可以用崩潰嚟形容。唔少人認為自己喺公司做到咁多年，有經驗、有人緣，應該唔會咁易失業。但係現實係，科技不斷進步， AI 取代年輕化趨勢，企業壓縮成本，呢啲都係事實。好多時，公司睇嘅唔係你幾忠誠，而係你幾抵用。失業唔代表你唔掂，但如果你未有任何準備，咁就真係大鑊。中年失業3大危機：一、財務斷裂，冇咗收入，供樓供車、子女學費、生活費，樣樣都係錢。如果冇緊急基金，只能靠刷卡、借錢、賣資產撐落去，長遠嚟講，只會越撐越傷。二、情緒崩潰，男人覺得自己冇晒養家能力，女人擔心生活品質下滑，心理壓力爆煲，夫妻關係可能出現裂痕，自信心全面崩潰。三、重新就業困難，中年轉工競爭力低過後生仔，又唔熟 IT 技能，人工又唔肯低接，仲可能遇到職場歧視。應對中年失業嘅理財建議：第一，要有3至6個月緊急預備金，呢一筆錢係你嘅緩衝墊，一旦失業，唔至於馬上財困。擺喺可以即時提取嘅地方，例如高息活期戶口、貨幣基金等。第二，提早做好副業或者投資規劃，唔好等失業先嚟學投資創業。平時可以每月定額投資，建立被動收入，例如收股息、基金配息，甚至經營小型網店、寫作、YouTube 頻道。第三，保持學習，增加就業彈性，唔好停學，唔好自滿，可以學下數碼技能、語言、行銷、市場分析，甚至可以考個證書。重點唔係拎幾多文憑，而係你有幾多應變力。書中作者提到嘅一句話：失業唔可怕，可怕嘅係你一直活喺安全感入邊，從來冇準備過。所以中年人最需要做嘅，不係寄望份工做一世，而係準備隨時轉身。你準備咗冇？如果未，就從今日開始，一步一步建立你自己嘅第二人生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代表你已經行出咗第一步。中年失業唔係人生嘅句號，而係一次重新選擇方向嘅機會。
你仲有時間，仲有智慧，只要唔放棄，人生可以再精彩過一次。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幫到你，記得畀個 like， 留言講下你嘅感受，或者分享畀你身邊同樣需要鼓勵嘅朋友。你一個分享，可能就會改變到一個人嘅命運。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下一集我會講更多中年轉型、人生重建嘅方法同故事。多謝你收聽，我哋下條片見。